如果閣下係咧一個成日遊走中港兩地嘅人，需要一個中間點歇一歇腳，今日我介紹俾你嘅獨棟別墅，絕對適合閣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過去呢邊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幫大家檢樓嘅小陳啊！今日帶大家睇北部都會區一個比較新型啲嘅別墅——邁爾豪園。今日睇嘅單位咧就係1940幾尺 ，OK。咁咧原則咧係5個房嘅，業主咧將佢大變身。咁點樣變法？我哋望一望啊！另外咧，業主咧就將呢個單位咧就加建咗少少個人嘅空間。呢度直出去就係花園啦。上到嚟第一層嘅話咧，業主好有心思，將差唔多所有嘅睡房咧就改晒，變咗一個巨大嘅飯廳。呢邊就係一個露天嘅空間。另外再入嚟呢一邊，會有一間類似家庭廳嘅空間，俾大家休息。好，上到嚟睡房呢一層嘅話咧，首先我哋望一望左手邊先。左手邊係一個露天嘅風呂，俾你隨時喺一個自然嘅地方思考人生嘅問題。右手邊嘅話咧，就係全間屋唯一一間睡房。咁咧，三邊落床基本㗎啦，king size床亦都係一定㗎啦。另外左手邊咧，業主亦都好有呢個心思，咁咧就有個衣帽間啦。咁另外右手邊係個洗手間，係啦。咁左手邊咧亦都有個獨立嘅洗手間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咩食材，sorry，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咩樓盤嘅資料，可以喺下面私信我，我會即時回覆返你㗎。